番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台湾话有真侪俗语，用实在的情形来比拼幕后要表示的意思。国情要讲啥？我来讲较早5、6天的广告，伫戒严时代登台咧演讲批评政治，有当着人伊会讲笑，伊会讲我起来台顶，恁看到5、6天扑啊免拍，为什么？因为扑啊吹落去，国民党就甲我点油做记号。即句点油做记号的点油，原底咱知影讲做红菇，点落，若点乌的就乌豆沙，点红的就白豆沙，点青无定内底包绿豆，红菇包什么啊？爱点油啦。结果点油做记号应用，即马就是讲你无资格，讲人暗中已经甲你记起来啊。毋则讲有个人讲做人做代志，唔通伤过蒲头，无人会甲你斩掉，会甲你剁掉。俗语另外一句讲卖名汤，成蒲的生塌。另外一句同款用实际的情形来比拼话语幕后要表达、要表示的意思，就是讲你若伤过蒲头，你就亲像砍头麻。啥叫砍头麻？咱知啦，民间伫咧流传讲麻若要抬进前，就爱甲砍起来。用一个桶甲砍起来，掀开了后，麻还阁唔知影东西南北，还阁未晓量的时阵，才来抬。若无麻真够滚，真够亮。当然，这有影无影，国情唔知。毋过即句砍头麻嘛是咧讲连面就要抬啊，或者砍头麻唔知死。所以，共款用咱目睭伫咧看，事实实际的情形咧比拼即句话背后要表达的意思。刷落去另外阁一个咧，这就已经真侪少年人阁会晓讲啊，就是讲叫你拍咧，较袂着枪，对毋？头拄咱咧讲，伤过蒲头人会站，规去拍咧，因为人若机关枪，啪，伫咧扫射的时阵，拍的你就闪会过啦。拍的就是叫你唔通徛起来，唔通爬起来。同款是用实际的情形、实际的镜头咧比拼。话语背后要暗示的意思，毋是讲真正有人牙枪出来扫啦。毋过你徛伫遐人要甲你夺起来，要甲你撩起来，因为你坐迄位去犯着人的嫌，这位若甲你牵起来，换别人3、4个要相争，所以防点油做记号，阁毋知，无怪人讲你是砍头麻。俗语真趣味，就是伫咧遮，互你看到实际的情景会理解讲人说即句话，原来心内背后另外有要比拼的用意。